喂喂，这样听到吗？喂喂，听到吗？可以吗？如果这样是可以，那等下你听，就是那东西大概跑出的音量。哦，好，这可以吗？哦。喂喂喂，哈利路亚。赶快就是这个庆会的主在圣殿中。啊，唱完再起来还是先上去？就是你先上来。先上来嘛，哈。然后请大家唱主在圣殿中，再宣讲。好。弟兄姐妹，我们还有5分钟要做礼拜了，那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的崇拜。我们在会前一起来为今天服事的同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为自己预备心来祷告，求上帝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到上帝的殿中来敬拜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虽然疫情严重，主啊，虽然有外在的许多的压力，但是让我们的心里仍然平静安稳，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你的右手也扶持我们，保守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的当中，所有的器械都为主你所使用，所有的声音都来荣耀赞美主，所有的一切安排都为了荣耀主的圣名。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今天早上的崇拜，愿你恩待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同唱主在圣殿中。
在圣殿中，住在圣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财生的婴孩就是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弟兄们，请静下心来，我们做个预备祷告。天父上帝，万有的主，我们仰望你，追随你。天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能在这里服侍，这多么的有恩典！我们存着感谢赞美的心，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的平安，看顾我们周遭的环境，在主怀里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享受主恩的美味。今天所听的讲道，所领受神的话语，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诗歌敬拜，神啊，我要赞美你。新灵粮诗选第21首。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归于父。
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起应文，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23章1到6节，诗篇23篇1到6节。等一下由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应。最后一节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一起，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接下来公祷，请弟兄姐妹参酌周报第3页。亲爱的上帝，我们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在此有几个愿望来向你祷告，求主垂听怜悯。为非洲国家突尼西亚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之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的信仰。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二区教会来祷告，卫理公会平安堂奈林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也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长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也为台湾儿童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来祷告，也为第一线防疫的工作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来做祷告，愿主使他们平安，工作进度顺利。也为今天的母亲节，我们感念母亲生我、养我、育我、顾我、出入护我、疼我、爱我。愿主祝福天下母亲，给他们上好的属灵福分，并深知道他们在你眼中的美好。主是如此珍爱天下的母亲，也让我们一同来孝敬我们的母亲。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接下来我们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经课，我们请贺兆典弟兄为我们恭读。经课第一处在约翰福音10章22到30节，新约圣经113页。约翰福音10章22到30节，新约圣经113页。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
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经课第二处在启示录7章9到17节，新约圣经277页。启示录7章9到17节，新约圣经277页。从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上帝，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以上是今日的经课。我们谢谢贺兆典弟兄为我们攻读上帝的话语。接下来献诗，我们请学青再加上社青。
接下来读经，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9章36到43节，《使徒行传》第9章36到43节，在新约141页。由我来攻读这段经文。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欢心利尼话就是多加，他管行善事，都是周济。当时他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楼上。与大园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2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的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神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是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以上是上帝的话语。今天先生刚才社青加学青已经为我们献唱，接下来我们正道成我们的牧师为我们正道，爱主的姐妹活起来。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做礼拜，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上帝，是何等美好的事情。我们刚刚在这个诗篇23篇，曾经有一个脱口秀的演员在台上讲话的时候，那有人就挑战他，因为他是很会讲话的人，他口语很好，口条很不错，然后就有人挑战他说：“你是不是可以背一下这个诗篇23篇？”虽然这个外国人他们在国外，他们在这个从小就跟我们在民间信仰一样，他们背圣经、读圣经是很平常的事情。诗篇23篇对他来讲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他很不愿意，因为他觉得这个是好像是这个很贬低他，好像觉得他的能力不够好，所以他就就是用他的口条，用很好的话，就来很娓娓的道来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等到讲完的时候，所有的人给他很多的喝彩，然后他就挑战那个问他的人说：“那你可不可以也背一下诗篇23篇？”结果台下的那个人说好，他就上来，他就背了诗篇23篇。结果后来这个老人家背完了诗篇23篇的时候，台下静默无声，没有掌声，没有所有的声音，只有哭泣的声音。所以后来这个脱口秀的演员他说：“我知道诗篇23篇，但是这个老人家认识这个牧者。”听得懂意思吗？虽然我知道诗篇23篇，但是这个老人家，这个上台的这个老人家，他认识这一位牧者。所以也许这个老人家他没有得到满堂的喝彩，没有掌声，但是他认识这位牧者，所以他的娓娓道来的话，虽然是诗篇23篇一样的东西，但是却会让人的心是感动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做礼拜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了解，我们要认识这一位上帝，而不是只是知道这一位上帝。需要认识这位主，而不是只有知道这位主。当然，我们要认识跟了解自己的母亲因为有时候我们是知道妈妈，但是不一定认识妈妈。有时候妈妈给我们看到的是这一面，但是也许她有另外的一面是我们不知道的。有一首诗歌青年诗歌，我不晓得大家以前有没有听过，现在算是老歌了。以前有一首诗歌叫做《妈妈的喜欢》，这首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首的诗歌。它是这样唱的：
小小时候有好多喜欢，喜欢问山是怎么绿的，喜欢问海是怎么蓝的，还有那星星是谁家的流萤。只有妈妈说傻娃娃，山是因为希望而绿了，海是因他的理想而深蓝，星星是夜深最美丽的眼睛。长大后我才明了，妈妈只有一个喜欢，喜欢她儿女能在爱中成长，茁壮又踏实的人生。这样的喜欢是丰富的爱，远虑过青山，深蓝过海。妈妈的喜欢，也许我们看到的妈妈的喜欢，可能只有表面上的，但是事实上，妈妈更大的喜欢，是看到自己的儿女，他能够充满希望、有盼望的人生，有这样的一个活力的人生。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母亲节的时候，纪念自己的母亲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妈妈的爱。表面上看到的跟深层的爱，妈妈对孩子的爱是那样的伟大。愿上帝祝福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只是一个笑话哈，不是一个真的事情啊，请大家不要介意哈。如果有相同的话，这个有一个年轻人，他在家里这个看电视，跟爸爸在家里客厅看电视的时候，妈妈蒸好了包子，然后就送到客厅里面来。这个小朋友一看到包子就要拿去吃了，结果妈妈就把它剥掉，他说不行，先给爸爸吃。好，这个包子热热的很好，然后爸爸就拿了包子就拿起来，然后就看着自己的儿子说：“你看，这就是老婆。”啊，然后呢，他就吃完了。然后这个要拿第二颗的时候，妈妈说不行，我要给小朋友吃。然后给小朋友的时候，他说：“儿子啊，赶快吃，爸爸刚刚吃过了，这个已经不烫了，应该可以吃了。”好，结果这个儿子就拿起包子来说：“爸爸，这就是我的老妈。”听得懂意思吗？哈，一个跟他呛下说：“你看，这就是我的老婆，你看热热的包子给我吃。”然后这个儿子说：“你看这个比较不那么烫了，就可以给我吃了。”所以一个说这个是我老妈，一个说这个是我的老婆，非常好。所以妈妈在家里的角色相当重要的，因为上帝帮助我们看到家里面如果少了妈妈是不行的。各位知道有一个字，华人有一个字很妙，房子的里面要有一个女人，那个字叫什么知道吗？安啊，要有女主人，这个家庭才会有平安哈。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家里面妈妈的重要性。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我们一起用这个祷文来祷告哈。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叫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母亲节了哈，所以祝福我们当中的母亲们都可以过个愉快的母亲节。那当然，母亲节希望我们真的是尊荣自己的妈妈，让自己的妈妈能够在今天得到极大的荣耀。当然，有很多人可能会预备给妈妈这个母亲节蛋糕，或是请妈妈吃大餐，或是买礼物。但是要记得哈，吃完大餐或是吃完蛋糕之后，不要再让妈妈收拾了，知道吗？很多人说吃完大餐，吃完这个蛋糕之后，妈妈继续工作，为什么？虽然今天是母亲节，但是母亲节吃完了、庆祝完了之后，一样妈妈又要收拾，所以让我们的妈妈今天可以得到一天的好的喘息。当然不是只有一天，我们希望每一天都能够是母亲节，我们都纪念自己的母亲，不管母亲在或不在。很多人可能也许母亲不在了，但是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纪念母亲曾经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给我们一些的帮助。但是有很多人可能不晓得母亲节的由来，
所以跟大家介绍这个人，这个人叫安娜·贾维斯。这个人是1864年出生的，然后在1948年的时候过世。那他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母亲节的一个开始推动的一个人。那不是说母亲节这个时候才开始，是他在美国开始推动这个活动。1907年的时候，他为了纪念他的母亲，然后跟他的教会的牧师一起商量说，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推动纪念母亲的活动。因为他的母亲这个安娜·贾维斯这个姐妹，她的母亲过世了，然后他为了纪念他的母亲是在5月的第2周过世的，所以他就希望可以用这一天来纪念他的母亲，并且推动在教会里面。所以最早的母亲节在美国，最早的母亲节是在教会里面推动这样的一个纪念，让所有的人都可以纪念自己的母亲，不管她在或不在，透过这一天来纪念他的母亲。那因为这个安娜·贾维斯她的妈妈很喜欢康乃馨这种花，所以她就特别的把康乃馨弄来作为这样的一个代表。所以各位知道，像康乃馨的颜色也有意义的。各位知道，白色就是妈妈已经不在了，但是如果妈妈还在的话，通常都会别上那个红色的康乃馨。但是各位知道，其实在华人圈里面也有母亲花哈，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母亲花。那这个各位的左上应该比较清楚，这个是康乃馨啊。那各位知道右上这个东西叫什么？知道吗？右上这个叫做金针花。金针花是华人的母亲花啊。所以那个各位如果有查过资料的话，过去如果孩子要远行的时候，通常母亲都会在自己的家的园子里面会种上这个叫做金针花或是叫做忘忧草，这个叫忘忧草。好，那各位知道客家人的母亲花是什么知道吗？就是这个鲁冰花这个是客家人的母亲花。那所以其实我们华人也有母亲花在我们当中。昨天我们的文曲执事他特别去收集了台语的这个3朵花的名称。各位知道康乃馨的台语叫什么知道吗？真银阿灰，剪绒花，就是它很像绒布一样，所以叫剪绒花，就是剪那个好像绒布的那个花一样所以叫真银阿灰。然后各位知道这个金针花，当然金针花了大家知道这个东西。那这个鲁冰花，各位知道怎么念吗？鲁冰花，对，是的，鲁冰花，鲁冰花所以它就是因为长在路边，但是5月的时候才开花，所以叫做鲁冰花。所以各位知道，其实我们华人很早其实就已经开始在纪念母亲，用花来纪念母亲所以求上帝帮助。所以当你在吃这个金针花的时候，你是在吃母亲花要记得这个是对母亲的一个纪念所以虽然是吃金针花，但是要记得这是华人的这个母亲节的花。愿上帝祝福我们。那我们也期待今天我们所有的母亲们都能够配得一切的赞扬跟赞美所以箴言的这个31章28节说，她的儿女要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要称赞她。所以期待我们今天多一些，不是说我们平常没有赞美肯定，就是今天更多的给我们的母亲有这些的赞美跟肯定，期待他们能够在今天得到极大的尊荣。各位知道10诫里面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知道那个孝敬原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孝敬母亲原来的在英文里面那个意思是 honor， 是要荣耀尊荣你的母亲，所以父母亲。所以求上帝帮助，让我们能够在谈孝顺的时候，不是只有给妈妈吃的，不是只有给妈妈穿的，而是要更多能够来荣耀你的母亲，让她能够觉得我拥有这个孩子是很荣耀的，我拥有这个先生是很荣耀的。所以求上帝带领，让我们的家庭都有这个肯定跟赞美的声音在我们的当中。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孝敬父母，他说就是承认他们对你的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孝敬父母，就是看到他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样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千万不是只有今天给他有一餐好吃的，或是今天买个蛋糕给他，或是给他别上母亲花，
期待我们能够让他们知道，让自己的父母亲，让自己的母亲知道，他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那么样的重要。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今天所有的姐妹们都能够过一个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母亲节。好，所以跟母亲有关系的，当然就是姐妹了哈。所以姐妹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我们说这个撑起半边天哈，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只有男生很重要，女生也很重要，特别姐妹很重要哈。各位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约翰亚当斯，这个人是美国的第2任的总统。这个人他说什么？他说妇女的言行堪称最可靠的标记，能反映一个国家的道德品格的水平。所以这个国家的女孩子、女生能不能够有很好的品格，有很好的道德标准，这些都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它的水准跟水平啊。所以这个虽然是200-300年前的一个人所说的话，但是却是到现在都还是印证这样的事情。一个国家、一个地方或是一个家庭里面，妈妈的重要性，她的道德跟品格能够影响这个家庭。所以各位知道，有很多华人说，如果你要去娶这个太太的时候，要先看看她的妈妈，能够了解她的妈妈，知道她的妈妈在她的家庭当中有多大的重要，或是多大的影响，就可以知道这个女孩子将来在家庭当中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妈妈。所以母亲很重要，我们期待我们所有的母亲们在家庭当中能够有好的这样的教导，让我们的孩子们因为妈妈的缘故都能够成为一个品格跟道德都有一定水准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相当重要，因为今天有一位姐妹，我们要来认识她。她在圣经里面看起来没有很多人知道她是谁，但是她却是一个重要的姐妹。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36节的地方，今天经文里面36节对她做了一个介绍。我们一起来念一下3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节圣经，一起念来。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腊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好，这个大比大这个人，他叫大比大，他的这个翻译就是希腊话，就是他的英文名字，或是说他的希腊文的名字叫做多加。那这个多加是什么意思？叫做羚羊。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羚羊或者是鹿啊，它们都是很类似的这样的动物。所以各位知道，在诗篇里面常常有提到说，它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其实就是类似像这样。这个羚羊是很会跑的一种动物，虽然它是这个羊科的动物，但是它是很会跑的，它是脚很有力的，所以表示这个女生她可能是一个体力很好的一个女孩子，而且她是什么？她是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她能够去行很多的好的事情，让人家可以纪念，然后她可以常常去周济别人，去帮助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女生在教会里面，在各个地方都是相当好的一个姐妹。这里叫做女徒，意思就是她是女性的门徒，但是或许她是不是耶稣直接来带领的人，她或许是后来信主的人。但是这个女生她在教会里面，她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帮助许多的人，她广行善事，而且是多施周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叫做姐妹会。可是可能很多人不晓得，姐妹会它原本最早的名称不叫姐妹会。各位知道姐妹会最早的名称是什么？知道吗？姐妹会最早在教会的名称叫做妇女宣道会，在台语叫做撸酸女宣。妇女宣道会为什么叫女宣？因为它不是只有来聚会，它不是只有大家一起来取暖的，它是要做什么？它是要去做事的。所以很多的姐妹会，它并不是一个叫做只是大家一起在这边分享这个骂骂先生、骂骂小孩，不是只有这个，他们要去服务人的。所以以前早期的姐妹们是团结起来，一起去做一些的善事，一些服务的工作，好让人可以得帮助。所以以前的妇女团契，以前的姐妹会是用这样的一个名义，叫做妇女宣道会，去做福音的工作。他们透过一些的慈善工作，透过一些的爱心的工作来帮助人的。各位，请大家看一下约帕在什么地方？
约帕在靠近这个地中海的海边的这个地方，在各位的左下角的地方，这个地方叫约帕。那这个地方过去，各位如果看过旧约圣经里面的话，各位就会知道，这个过去以前这个地方其实有一群人，这一群人是海上的民族，这一群人叫做非利士人。非利士人通常都居住在这个加萨走廊的这个外围的地方，所以有可能这个多加这个大比大这个人，他有可能是一个外邦人，或是他有可能是一个外国的女孩子，但是他有可能是在这个以色列族的当中，他是在这边，在这个周边附近，他有可能是已经定居在这里了。但是他的这个在这边所行的，他在这边在教会里面，他能够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姐妹。好，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约帕的民居哈，就是大概一般人以前他们大概住的都是类似像这样的房子。这个跟过去差没有很多，因为他们的房屋的建筑大概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各位的右手边这边，这个是相传，据说是这个西门彼得他住的那个削皮匠的家，应该就是在这里。可能有人去查考过，不知道，但是把它拍下来，就是当地的一个居住的状态，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状态。好，所以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这个多加这个大比大这个人，他是一个让人可以感动的，他是愿意去帮助人的，让人可以得到祝福的，他广行善事，而且是周济许多的人。这样的一个姐妹很好很棒，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好人，但是很不幸的，她生病过世了。当时的人因为医疗不发达，我们当中有医疗人员，当时的人医疗不发达，所以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就是有可能趁着他还有体温，还没有完全断气，还有气息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人赶快送到这个楼上去，或者是这个送到家里面的比较安全的地方，然后赶快去请医生，或是请这个可以有办法的人能够来帮助这个刚刚要断气或是过世的人。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习惯，特别是耶稣的门徒这个彼得就住在附近。以前的人认为，只要这个传道人、牧师去祷告，或者他这个人就可以恢复他的生命，或是恢复他的生机。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曾经有过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寡妇，她的儿子过世了，然后这个以利沙就去帮他扶在身上，然后为他祷告，后来就能够活起来。所以很多人他们也期待说，也许可能耶稣的门徒可以帮助他，耶稣的门徒这个彼得可能也许可以帮助这个多加，让多加可以得到恢复跟医治。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就赶快去找了彼得，去为这个多加来祷告。所以我们看到39节的地方，他说彼得就起身跟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所以他到楼上去，看到这个多加在那个地方。当然有很多人说，他停在上面，难道为他祷告就有用吗？请大家看一下39节，在他的身边有很多的妇女为这个多加来做见证。39节我们来看一下39节，一起念一下39节，一起念来。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可能觉得这没有什么，但是在过去古代的时候，寡妇在社会地位上是没有地位的，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能够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让他们可以做这个成衣的工作，做衣服的工作，或是织布的工作，这是在当时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让这些的寡妇，让这些的社会上弱势的人可以有帮助，让他们可以能够有机会可以做一些的事情，可以养活自己，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多加他其实他的工作就是这样，他帮助这些的寡妇，帮助这些的姐妹们，让他们可以去做衣服，让他们可以透过这样来谋生，能够来获得一些的帮助，能够来对自己做一些的养生。所以这个多加当他服侍人的时候，当他过世的时候，这些人他们也同样的来服侍这个多加，他们感到被多加帮助，他们起身来做见证说，这个多加曾经是帮助他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
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服务人、服侍人，有时候我们心会很累，好像死了一样。所以很类似，我常常提到说，有时候我们去帮助人，给别人馒头，但是别人不一定还我们馒头，有时候可能还给我们的是石头，所以不一定是馒头给人家，人家就会还我们馒头，不会的，有时候是给石头。但是这个多加，可见他一定是非常用心经营这样的一个事工，他能够帮助这些的寡妇，让他们能够来织衣，让他们能够来做好的衣服，然后可以去卖钱，以至于能够来养生，来帮助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所做的不算什么，或是我们可能曾经所做的不一定是可以有什么很大的成果，但是很多人会因为这样，因为我们所做的服事可以得祝福、得帮助。人不一定要很多，人不一定要很这个资源不一定要很多，但是你做在人的身上，必然有这样的回应跟回馈在你的身上。十几年前88水灾的时候，我跟师母我们到嘉东这个地方去服事。其实我跟师母我们是2个人去到那个地方去，从别人来看，我们只有2个人去那边服事。在另外有一个教会，他们叫做行道会，他们有将近20个人在林边那个地方，他们在那里也开拓教会，而且也去用这些的爱心的服务，他们去送米送粮给这些的灾民。在屏东的林洛那个地方有一个林洛教会，他们有将近200人，他们是招募了很多的这个志工，然后早上他们做好了馒头，就去到处去发送，让那些灾民他们可以得帮助。其实当我跟师母们下去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因为人家有200人的规模，人家有20个人的规模，我们只有2个人，要去做些什么，其实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在那边，当我们在那里委身在那里服侍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做的奇妙的事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去看到，当我们凭着信心去做的时候，虽然可能我们资源没有人家多，虽然我们也许做的没有人家的好，但是当我们在那里委身的时候，上帝就做奇妙的事在我们的当中。一点点一滴滴的小事情都能够呈现出个人的态度。这个人你的态度是什么？你所做的事情都会显出你这个人的态度是什么。你能不能够委身在一个工作上，能不能够持续在那里工作，或是持续在那个地方能够委身，或是你只是蜻蜓点水一样，就一下子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啊，这里太辛苦了，我就要换到别的地方去。一点一滴的事情都能够看出这个人的态度。多加他很持续的做这样的一个社会服务的工作，他帮助那些寡妇、这些需要的人，让他们可以得到谋生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得帮助。或许在人的眼中来看，她不过就是一个姐妹，她不过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女孩子、一个女生而已。但是她能够帮助到一些人，让这些人他们也能够点滴在他们的心里面，看到从这个人的帮助，他们能够得到祝福。40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40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40节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40节，我们一起念来。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因为圣经里面说他已经死了，但是彼得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能够活起来。当彼得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能够活起来，重新的再一次的回到他自己的生活，可以回到他的正轨的状况，可以回到他的原来正常的生活的里面，让这个人可以再一次的回到他的团体里面去帮助这一群人。你的信心的大小决定神迹的大小，所以刚刚提到了这个信心能够带动让许多的人可以得帮助。也许这个人这个事情已经没有希望了，也许这个工作已经完了，没有人再继续承接。或许有很多的事情本来是很好的，后来又冷掉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的大小决定神迹的大小。有很多事情也许是冷淡了，但是当我们愿意祷告，凭信心为他祷告的时候，重燃起那样的热情，重燃起那样的热心，这些事情或是这些人可以重新的再一次的能够复活起来，能够活起来。
我不是说大比大为了祷告，所以后来大家都要请牧师去为死人祷告，不是这样，而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个事情是，有一些事情会让我们灰心失望，或是会让我们觉得已经无力再去做了，或是没有力气再继续下去的时候，就好像死掉了一样。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可能去爱心的去服侍人，但是这看不到任何的成果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灰心失望，好像死掉了一样。但是在这个时候，最需要的不是要去给他什么样的东西，而是要更多的祷告在这当中。所以你的信心的大小决定了神迹的大小。也许有很多事情看起来是绝望的，看起来是失望的，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能够让这件事情能够重新的再起来，或是让这个灰心的人可以重新的再次的燃起希望，或是让那个没有盼望的人可以再一次的拥有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死掉不是只有包括身体的死，有很多人是包括他的心里已经死了，或是他觉得没有盼望了，或是这个事工已经消失了，已经没有了。你怎么样重新再去点燃它，让它可以重新的再一次的有活力跟盼望。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看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上帝的眼中没有一个是死的，在上帝眼中都是活着的。所以即使这个工作可能是你觉得很灰心失望的，你可能觉得已经没有盼望了，好像死了一样，然而透过祷告祈求，可以再一次的奋心跟复兴这样的一个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个过去的一个经验。各位，我不晓得各位是不是曾经有过跟一些的外籍劳工一起工作的经验。我刚退伍的时候去到一个工厂工作，我不是马上去念神学院的，我是有2年的时间去工厂工作的。当我去工厂工作的时候，我的工作伙伴里面有很多的菲律宾人。各位知道菲律宾人来台湾工作，其实他们是很可怜的，特别在纺织厂工作。一般人大概还有正常的休假，但是这些的在纺织厂工作的人是没有正常休假时间的。这一些的菲律宾人，他们在工厂里面聚集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很正常，但是出去的时候，放假天出去没有做礼拜，对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因为在台湾，菲律宾人很多，大部分是天主教徒或者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没有地方做礼拜，其实心里面是很难过的。所以有很多人他们就开始去喝酒，或甚至打架。那如果是这样的缘故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被遣返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台湾人没有，台湾的这些的主管或是老板，没有人会去注意到他们心里的感受。后来当我去到这个公司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我的伙伴，这些菲律宾的劳工，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用我很破的英文，其实我的英文不好，我用我很破的英文，然后我跟这些的菲律宾的这些的外籍的移工，这些人，我跟他们讲说，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们到这个公司的图书馆里面去，请你们到那里去聚集，然后我来带你们聚会。我那时候连神学生都不是，我只是一般的年轻人。去那边工作的时候，我是一个工人，但是当我工作完了之后，我利用我的下班的时间，去到图书馆里面。第一次的聚会有将近12个这个菲律宾人，他们一起在图书馆里面，我们在那里聚会。有一个菲律宾人，他在我们当中聚会完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让我心里面很感动。他说：亲爱的弟兄，你知道在你之前2年前曾经有过一个菲律宾的宣教士，甘愿成为一个劳工，然后到公司里面来带我们这样的聚会。可是当他离开了之后，我们将近有2年的时间，没有人这样带我们聚会了。所以当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很感动。我说，原来我居然可以去承接那个2年之后终止了之后的工作，我居然可以把它接起来。但是各位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叫做顺利啊，因为隔天灾难就来了。隔天我的主管就找我去问话了，他说：你不可以在公司里面搞小团体，你不可以在公司里面招聚这些的这个外籍移工，因为他们是会互相比较的，部门跟部门之间薪水有时候不太一样，如果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比较薪水，所以他说这样他们就不好管了。我的主管们他们认为是好不好管，
对我来看是这些人他们需要福音呢，怎么办？后来必须要签署一个那个叫做切结书，说以后不准在这个公司里面搞这个小团体。虽然签了的时候心里面很难过，我觉得大概失望了，没有办法再去做这些事情，心里面是失望的。用很破的英文跟这些人交通，其实心里面是快乐的。我们大概聚会过2次之后，我们就被通知到说不能够再这样聚会。对我来说是失望的，但是上帝却在这个当中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当我不再去碰这个事工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晚上，我从那个图书馆经过的时候，还是有弹吉他，有人在那里唱诗，唱英文诗歌。后来我透过窗户去那边看的时候，居然是这些的菲律宾人，他们自己带自己的菲律宾人在那里聚会，在那里聚集。我没有办法带他们，但是上帝透过他们自己兴起人来，能够来带领他们自己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工作是奇妙的，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希望的，好像是绝望的，好像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信心的大小决定了神迹的大小。上帝把这个好像是已经毁掉的、没有办法再起来的这样的工作、死掉的工作，重新再奋兴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的大小决定神迹的大小。我们人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在上帝的眼中却是可能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41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4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41节，一起念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多加再次的活起来了，而且能够再次的被交在这些人当中，让他继续可以带领这些的寡妇，让他可以继续带领这些的弱势的人，让他们可以得帮助。上帝让这个人重新活起来是有他的目的的，是有他的使命的，他要重新再起来，来帮助这个事工，让这个事工能够更多的完全做得更好。我不是说多加就后来就已经一直都活着，没有，他还是要经历真正的死亡。但是也许等他在经历人生最后的时候，他又建立起了另外一批的人，让他们可以把这个事工能够再活络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已经死掉的能够再活起来，这是神迹。所以上帝能够使已经没有盼望的能够再活起来，这是神迹。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去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所经历到的其实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所以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后书1章4节的地方提到，遭受各样承受安慰，就当去安慰遭受各样患难的人。或许我们可能有一些事情我们会去经历到，也许我们可能经历过一些的患难，但是当你经历过那些患难的时候，上帝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让你可以帮助那些受患难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认为你的苦难是白受的，有时候上帝透过我们的苦难去成就另外一些事情，让人可以得帮助。我们来看一下司布真怎么说，他说：我们若常祷告，就越会祷告。我们应当借着祷告来学习祷告，借着继续祷告来祷告继续。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好像很多事情是绝望了或是失望了。当你继续祷告的时候，这个祷告就会继续。当你一直为这个事情常常祷告的时候，透过祷告，这个事情就要再一次的能够奋兴跟成就，而且是超过人所求所想的。当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越会祷告。所以有人问牧师说：牧师，我不会祷告怎么办？当你不会祷告的时候，要更常祷告，很单纯的在上帝面前更单纯的祷告。上帝，我不会祷告，求你给我智慧，让我会祷告。透过这样简单的祷告，上帝也会透过这个祷告，让祷告可以继续。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路加福音18章1节说，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也许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灰心失望了，但是上帝的工作超过人的想象，不灰心不失望，因为这个祷告继续的时候，上帝都会透过这个祷告，让这个事情能够再活起来。所以今天的经文有几个给我们的提醒。第一个，服侍人与被服侍都是蒙福的。当你去服侍人的时候，你祝福了别人，有一天这些的祝福也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去。所以去服侍人的时候，也许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却是一个荣耀的事情。也许这个多加他所做的不算什么大事，但是透过他的服侍，
因为这样的服事让人蒙祝福，他自己也能受祝福。使徒行传20章35节，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20章35节，我们来念一下这节圣经，一起念来。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好，所以施比受更为有福，不是说好像受的人就没有福，不是，是给予出去的人是更有福气的，领受的人是很有福气的，给出去的人是更有福气的。各位千万不要小看这句话，近思语有这句话，为什么？因为他把它拿去偷过去做他的近思语了。事实上，这句话是从圣经里面出来，施比受更为有福。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给予出去的人，你能够得到的祝福是更大的。所以善待他人也是善待自己，多加服侍别人，别人就来服侍他。第二个，我们来看到关心人跟被关心都是蒙爱的。你能够被关心，你蒙受到这样的关爱是很好的，但是你能够关心人也是很好的，不管是关心人的或是被关心的，都是蒙爱的。但是要注意一个事情是，关心人不是只有牧师的工作，不是只有小组长的工作，是我们彼此互相的关心，要彼此的相顾。所以不是只有哪些人去做这些事情，当你能够愿意去关心人的时候，别人也会同样的回报在你的身上。彼此的相爱，这是人看见我们是基督的门徒的一个标记。所以尼托生这样说：爱是基督徒的身份证，但是许多人拿不出来。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这是一个虽然是一个讽刺的话，但是也是一个真实的言语。爱是基督徒的身份证，人家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因为你有爱心，但是拿不出来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基督徒是可以拿出爱心给别人的。所以真正关心跟接纳每一个人，这个是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做的学习。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在做礼拜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样，你可以在家里面看直播，不是说现在不要看直播，不是，你要看直播，因为安全的缘故，我们也要爱护我们身边的人。但是为什么要来实体做礼拜？其实有一个原因是，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实做，能够彼此相爱。所以当你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透过实际上的一个行动，能够帮助别人的需要。当你看到有人在咳嗽的时候，你能不能够递上一杯水给他？当你看到有的人冷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拿一件外套给他穿？当你看见老人家坐得不舒服的时候，你能不能拿一个垫枕给他枕在后面，让他可以坐着是舒服的？当你真正关心人跟接纳每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看到彼此相爱的那个好处跟利益就在我们的当中。第三个，给予人跟被给予的都是喜乐的，所以我们给别人也必有给我们的，不是只有在灵性上。请弟兄姐妹要记得，爱心不是只有在灵性上，也包括在身体上面。所以基督徒爱弟兄，不单是关心灵魂，也要照顾身体，像基督的仁爱跟怜悯一样。耶稣不是只有关心人的灵魂的需要，也关心身体上的需要。所以同样的，也不是只有关注身体的需要，更需要关注的是灵性上的需要。灵性跟身体是必须要同时被关注的。所以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给别人帮助，也看到别人在被帮助之后，他们也能够成为给予别人的人。所以这里提到有一个需要是很好的东西，叫做被需要。这个被需要也是一种需要，就是我能够看到我是被需要的那样的心的时候，也是可以得到满足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小看你自己的工作，你的工作也能够让人得帮助，你能够被需要，这也是上帝给你一个极大的恩典去服侍。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去服侍别人之后，看到别人因为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有那种被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在里面，也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个是卡内基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话，他说友谊能够使喜悦加倍，然后悲伤减半。在教会里面彼此的相爱，能够让喜乐可以加倍，那忧伤可以减半。所以能够有一个好的朋友，属灵朋友是很棒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也许你帮不了所有的人，也许你的服事是很简单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成为别人的属灵朋友，你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你也会看到当中的分享，喜乐是加倍的，忧愁是可以减半的。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可以给的不多，但是求上帝使用我们可以给的，使人喜乐加倍，忧伤能够减半。
最后，真的要祝福我们当中的妈妈们哈，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这个是在箴言的31章第10节里面，所以希望我们姐妹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你也会看到许多人来祝福你，让你的生命能够成为像珍珠一样的璀璨。在台语的圣经里面，他说它的价值远胜过宝石，不是只有珍珠，是宝石。所以意思表示说，这样的妇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愿我们的生命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好像宝石一样，是闪耀的，是能够使人得帮助的，是能够使人能够有荣耀的，是能够让人看了感觉喜乐跟喜悦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像多加一样这样的有生命力的人，让人得祝福得帮助。愿上帝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看到多加这个姐妹，她怎么样来服侍人，她怎么样去帮助人，以至于她自己也得帮助。愿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并且也看到我们能够在别人的需要上怎么样来帮助人，并且主你也帮助我们，叫我们曾经已经失望或灰心的，或是让我们觉得已经好像没有盼望的，使我们透过祷告祈求，透过我们在那里一直不断的为这个事情祷告，能够重新再一次的恢复那样的活力，好让那个对的事情、应该的事情，或是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或是我们帮助人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的有力。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牧师的传讲。接下来京剧背诵。今天京剧在《使徒行传》9章42节，我也来背诵2次，请。这是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使徒行传9章42节。再次，这是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使徒行传9章42节。接下来回应诗歌《耶稣我主》。耶稣我主。
下来我们做一个奉献祷告，请诗献的同工到台前来。万有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上些许的金钱，作为荣光堂的事工使用，愿主悦纳。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有没有新朋友？没有。那我们来唱诗，我们成为家人。等一下的时候，彼此拱手问安，我们成为家人。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的光明。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的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教会消息，本餐桌周报。
今天是复活节第4个主日，我们欢迎实体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大家。那教会卫福部2级防疫标准，请弟兄姐妹们要依照那个卫福部的规定。今天是母亲节，我们教会会为每位妈妈每个人准备一份礼物，敬祝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在场的母亲们，请聚会后到1楼招待桌领取礼物，到发完为止。那请为今年联谊会在5月20及5月21号举行祷告。本教会由蔡伟文牧师、赵依兰姐妹代表参加。联谊会后将举行会督案例、长牧、副牧案例及各事工委员会主席就职典礼，请为总会及各项事工关心来代祷。那本堂预定6月18号邀请国际读经会讲员授课，举办旧约圣经由衷课程。我们请侯玲姐妹为我们来详细介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那个可以关了。好，看了以上的介绍，不知道大家心动了没有？这是本堂即将在6月18号举办的讲座。那这不是研经的课程，这是一趟旅程。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多久没有出国，已经忘了那种感觉呢？下一张。然后圣经游中呢，就是要让你抱着以出国的心情来游历圣经。这是一趟超越历史的时空之旅。然后这个是教育大师魏肯生牧师设计的。那他是透过77个有趣的口诀与动作，然后让你将圣经能够轻松的记住一些难记的人名、地名、事件。然后中国文化有那种三字经的口诀。我在教儿主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我们圣经没有这种方法？所以我就看到这个课程，我就很兴奋。所以这个课程呢，不仅只有小孩可以学，大人也应该要来学。然后上完这个课程之后呢，可以让你从摩西五经有口诀有动作，然后这种课程呢，绝不会人躺，重点是不会让你睡觉哈。然后下一个。然后这个课程呢，上课时间是从9点到下午的4点。那它有分2种，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那我们这次办的呢，是以旧约为主。那如果大家觉得旧约上得不错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未来再开办新约。那这堂课程呢，只需要让你花6个小时，就可以让你从摩西五经一直到先知书，让你可以轻松的融会贯通。然后上完之后呢，各卷书之间的架构也比较清楚。那每个人只要花不到1大门票1张的钱哦，那可以邀请大人小孩一起来参加。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闷坏了。
那何不来一趟类出国，参加圣经有钟，然后让大家留下不同的经验与回忆。那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只受理本堂会友的报名，那开课人数至少要30名。那请预先把时间保留下来给上帝。那你看重圣经的话，那上帝也会看重你的话。那我们有信心，6月份的时候应该已经类解封了哦。然后接下来我要介绍另外一个活动，就是我们从去年开始在推动那个每日读经，就是用这本《每日研经释义》来请大家可以有固定的每日灵修。那为了更激励会友们能够读圣经，然后让你们努力可以被看见，那我们预定在7月17号首次举办圣经大会考。那时间大概5到10分钟而已。那考题就是10题选择题而已。那我们为了线上的朋友，我们同时除了举办实体的考试，还有线上的考试。那线上我们会在当天公布试题的网址，会透过 YouTube 或者 Line 或者 FB， 你都可以参加。那现场的朋友呢，你只要填完考试卷缴回就可以了。那以上表现优异的呢，我们会择日颁发奖品，那公布给大家知道。那试题呢，就是大家夹在周报里面的这一张双面考题。这个资料也是从每日研经释义里面摘录下来的，也就是儿主的教材的内容。那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其实只有26句，然后我们从中抽出10题而已，应该不难哦。那希望透过这样的激励的方式呢，大家能够更熟读圣经。那建议呢，先上完圣经由衷，再来参加考试，你一定有如神助，一定会得到最好的成绩。然后下一张。那以上活动呢，线上的朋友可以拿起你的手机来刷这个条码，就可以参加报名。别忘了大人帮小孩报名。我知道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家长们都在线上看着我们视讯，那所以这个活动不仅只有大人，然后小朋友也可以一起来参加。大人教小孩，然后一起来报名。那读经会呢，它也有提供一个线上试题的网址，网址也写在上面。如果你想要先测试自己的能力，也可以上网先去做一个测试。那希望透过这样的激励方式呢，大家能把主的话更牢记在心里。那更鼓励回去，一定还是要天天使用每日研经释义，天天吃上帝的话，让自己的灵性得饱足。那最重要的就是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把你的报名表拿起来填。那填完缴回我们办公室就好了，或者你是要透过各个团契缴回你们的组长也是可以的。然后以上报告，谢谢大家。谢谢洪年的介绍，请弟兄姐妹们踊跃报名参加。接下来教会成人主日学造就课程，今天因为母亲节暂停一次。教会祝福育人学院课程将在6月11号结束春季班课程，请弟兄姐妹为祝福学院有机会接触福音朋友活动顺利来祷告。教会周3晚上7点到9点开卫理诗传奇课程，总共有8堂课，请为学员的学习来祷告。卫理神学院新学期的神学导论课程，请关心神学教育，并为本堂延伸神学教育来祷告。教会2022年的爱读经计划，请参照研经释义进度阅读，也为会有灵修生命的增长来代祷。接下来也为今年升大学高中的考生关心来祷告。本堂新聘干事，求神预备合适人选来接任干事职。第3点，也请大家一起关心教会收支状况及教会重要节运表单贴在公布栏，来为2022年教会聚会人数增长到210人要祷告，求上帝加添得救的人。这体消息我们就省略。以上，我们牧师有没有要补充的？弟兄姐妹，我们补充一下报告，在今年的年议会原本是要在台北举办，但是因为台北疫情的关系，所以
现在变成是在线上所以第4项的这个年议会，我们会在分区这个就是用这个视讯的方式来做开会。那今年会就是有案例会督跟这些的各个牧职的就职所以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的新任的会督黄宽裕会督祷告，求上帝带领，让我们的会督在总会的推动工作都能够顺利，还有我们的一些有一些副牧、生长牧或者是传道生副牧的这些的牧者的进阶案例，还有这个委员会的事工，都请弟兄姐妹来关心跟祷告。特别在现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平静跟安稳，求上帝来带领，让教会也能够各方面都能够就绪，然后我们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因为现在疫情已经正在往高峰走所以弟兄姐妹也不用担心，就是假设如果你觉得身体状况不好，或者是你觉得你还没有打满疫苗，或者是你还没有一些这个好的预备的话，那可以在家里面看直播，或者是能够在家里面跟弟兄姐妹一起做礼拜没关系。那我们也欢迎弟兄姐妹，如果你这个身体状况可以，那当然希望回到我们当中来做实体的礼拜。那如果在家里面的话，也请弟兄姐妹都要保持这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卫生习惯。那我们来的弟兄姐妹也是假如你有身体不适的，或者是你觉得你有一些不太安全的话，那就是也可以随时可以离开，没有关系那我们一样在线上都会有直播的这样的一个聚会所以求上帝来带领，让我们都能够有很安全的环境来聚会。那卫斯理传奇已经要结束了，在这一周上完最后一堂课。那这一周的课程跟课本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会报告各位，就是在华人的世界里面，我们的卫理公会从传到中国之后，然后到台湾，我们怎么样一路上这个将近70年的时间我们在台湾将近70年的时间，台湾的发展，还有在中国大陆的发展。那我们也邀请弟兄姐妹也可以看直播，那师母也会有准备直播在课程上面。那我们的成人主日学也一样，如果弟兄姐妹在上课的当中有一些的需要询问，也可以跟我们的成人主日学的老师们也有一些的商量。如果需要线上的直播，也可以线上直播请弟兄姐妹继续为我们的台湾的环境祷告，求上帝给我们有好的环境，能够渐渐的进入佳境，能够回到好的状态，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为这个上帝的国，为上帝的工作继续来这样的一个往前进那我们在会后有准备母亲节的礼物，有这个康乃馨花，还有这个简单的礼物。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扩大举办，但是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可以在安全的环境当中能够蒙恩。那还有我们的年轻人，他们今天的献诗他们也都穿上新的这个团服，那也把这个团服也都已经送到教会来。所以各位如果今天有这个有顺道来需要带回去的，我们办公室或者是在这个社青这边都有预备好所以今天大家都是有衣有食有吃的也有穿的，都可以带回家。那求上帝来带领，让我们都能够在平静跟安稳当中，我们能够安全的来做礼拜。愿上帝来带领，谢谢。弟兄姐妹，请起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闻名，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我们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恩待在我们当中所有的母亲们，还有我们在家里，我们各个家人的母亲都能够蒙恩。主啊，我们能够在这一天来纪念主你所安排的这样的美好的天使在家庭当中，你祝福他们都身体健康，也保护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在你的里面有平安。
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阿门。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殿乐。